好，乐器仔话内底，变数内底弹吉他，是咧讲一个人安怎？美秀这边是操弹，啥人会伫变数内面弹吉他咧？嘿，迄绝对是操弹的嘛！哈尼啊操的所在，环境哈尼啊无好，那会可能伫变数内面弹吉他咧？所以我的答案是操弹。哦，阿雄，我的答案是臭名声，因为你若咧变数听到有人咧弹吉他，你一定会想讲这是什么人咧弹。我大家会想啊，就会去问迄个人的名，但是就是臭的嘛，所以名声加迄个臭，就是臭名声。哦，你的名声拢臭去啊！不过我感觉是操弹。我感觉是臭名声。好来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，演一边，到底是操弹还是操名声咧？好，哎呦，哦，有想法。好来，咱问这。因为上课的时阵有学到有学到。上课学这句，你是什么课？台语课。哦，台语哦，给起来话啦，是应该是给起来话。厉害厉害厉害。是，这边臭大，操弹，大了有声臭大，哦，臭大，袂歹哦，是臭大，真趣味，你拢已经知影啊。是啊，对啊。好，来，咱看者哦，是操弹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操弹。来，分首先。是这边嘛掉2000，嘿，咱王家咧。嘛搁加2000。哦，好，因为这个迄个炮弹的弹吼，伊有足侪台语音吼，譬如讲弹，咱会当迄个弹奏吼，啊，搁有弹，就是迄个弹物件，啊，毋过伫操弹即个就伊甲话一直喷出去安尼吼，然后搁有弹，啊，搁有食肉食三餐，看戏看烂弹，哦，烂弹拢有人讲，啊，所以即个部分咱是弹，啊，因为变数。即摆变数较芳5000级的，以前拢臭，吼，所以咱是讲臭，啊，你搁伫遐弹即个迄个吉他，啊，毋过因为迄个音小可，就是配合即个趣味尔，咱会讲臭弹，袂讲臭弹，好，这爱小可注意的所在。好，所以答案是臭弹。是，即马第3位啊哦，错档。差1分哦。差一下呢吼。嘿，1000块尔呢。加油呢吼。是啊，你会紧张无？会紧张，啥那紧张？因为我惊我唔知安怎讲。哦，应该是袂啦。对啦。是，你嘛不要讲，你就讲英文不要紧。嘿啊，不要紧，好，不要紧，老师讲会当。阮老师讲会当。好来，上个咱今日倒去倒。是，咱刷这个影片呢，伊这个城市伫咧迄个巴塞隆纳。哦。啊，但是你敢知影，这个城市巴塞隆纳伊是伫咧什么国家咧？3个字。3个字的国家哦，吼，巴塞隆纳。好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哦，国旗有国旗啦，莫怪哦。哦。西班牙。英文呢？跟我在讲英文。英文。Spain。好来，老师 Spain 对不对？变英语也使。哦。来，分首先。恭喜哥你了3000咯。那咱先看，把影片看完。好，来看影片。有国旗啦，哦，莫怪遮厉害，一看就知影。哇，伊这城市哪遮水哦！哇！哦，真水吼。系啊，哦，这有名的，踢几百年啊，过了8年。是，哦，真厉害，真正真厉害。好。来，这边嘛是爱听老师来解释，吼，来，老师，好，这是西班牙的巴尼色落雷，吼，所以爱看英语名来做台语的翻译，巴尼色落雷加一字哦。哦，巴塞隆巴黎城。啊，伊伫即大家，伊已经有2000几年以前迄款都市的历史啊，所以。自罗马时代就开始建城，啊，咱上有名的是最后迄部迄个建筑，伊拢还袂起好诶，不过伊已经是世界遗产的即个建筑物啦。
好，所以咱其实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贡献，拢有可能成做一个历史的记忆安尼。嘿，好，多谢。所以是西班牙 Spain。嘿，英红卡着1000，咱先算。好，安尼我选滴滴龙。滴滴龙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滴滴龙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来，落去一万哦。好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骑乌多摆伫咧台北吼，滴滴龙拢唔止安全无啊，若去用开红单会罚偌济钱？哦哟，你这紧咯？系500，有方法过哦。你用法贵哦？我无去用罚价，但是这条罚款是你知影？对阮这样一段头2000几年迄阵改的。哦，所以讲我头高中的时阵。是，所以你会记咧头壳内底我会记你较早细汉时拢无咧滴啊。哦，是，好来正票片，咱来看者500对唔对？对啦。嘿，进个，来分数加起，恭喜得到1万哦！好，就是爱注意安全啊！这条我捌互发过的。哦，我迄当初甲囡仔囥头前嘛袂使。是，嘿，就是讲罚500，啊，毋过有的人足趣味的，就真正唱500的歌互警察听。所以当然咱是罚钱啊，嘿，啊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无唔对，骑倒来就是爱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来，换咱王大嘅哦，你选多一个，有啥物想法无？你感觉看你安怎想就安怎做啦，哦，拢大汉啊，家己遐迄落是我。跟着做人大进啊啦吼。个念一个。乌龙，乌龙吼。乌龙乌龙，好来，咱来看者乌龙的奖金有偌济？3万。听哦，金刚会讲了对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伫咧讲乌龙蛇道，乌龙啊吼，唔是咧讲茶啦，伊是讲糖拖，还是讲酒干啊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乌龙是虾米咧？糖拖。这15000吼，你会使甲你迄个头前迄个是啥？糖拖虫类啦。哦，哦，来，你你答是要甲因讨论还是家己要回答？会当讨哦，会当 QQ 嘛？哦，好啦。画鸡丸，哦，班哥，神拜，特恩姐，特恩姐，是150会记哩哦。我刚刚不是酒干呐呢？嗯，你无听过？糖拖啊，就是昆虫啦。糖拖。你乌龙蛇的啥意思去啊？就甲你蛇的，画虎烂了，画虎烂，画好烂。所以你感觉咧是啥物？10秒差不多啊。来哦，好了，第一个，糖拖啊。糖拖啊。感觉是有生命的物件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糖拖对唔对？拜托你8万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15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是爱念做糖拖，第一音啊，这个糖拖伊是蟋蟀来的一种，啊，以前有人咧搭蟋蟀啊嘛，啊，这个乌龙伊就是拢会安尼伫咧桌顶啊，一直说一直说，啊，伊是咧形容一个人，就是讲你甲伊讲东，啊，伊就甲你讲西，啊是伫遐下摕家己的责任，啊，讲迄543伫遐乌龙蛇道，无人知影伊咧讲啥，嘿，啊，伊甲这个乌龙茶也是乌龙。迄拢完全无关系，伊是一种糖拖。啊，毋过咱有当时伫咧酒干呐，有放伫咧桌顶，因就是安尼顿洗了后伫遐洗嘛。啊，毋过是咧看讲刷了啥要啉，哦，所以迄个是食酒的，啊，甲这糖是无共的。是。好，多谢。对哦，3000甲12000哦。是，来英红。来，彩虹旗啦。彩虹旗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彩虹旗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无要错。万里差距的偌济。好，来个处理一下。来，一定要要着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帮忙一下哦。请问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所在？啊，用来代表同志运动的彩虹旗顶面有几种色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谈下几万？喂，几万？啊，星期了，来 LBG 几色 Q
LBGT 六个，六个哦，六个哦，确定？确定哈？哪个哦？啊，应该6，一定是六个就对啦。6个红绿蓝靛，不是的6个。哦，迄敢若无共关，无共款。确定哈？ 6个吼，6个。 5個，我是來，来來，六个，好来，哪个对唔对？来，阮说我教你去。有一点点蛮厉哦。呀。好，这个6种色吼，咱一般拢叫感觉是7种色，啊，其实是6种。伫个1979年，就是用这个6条色的版本，啊，伊代表的就是讲咱这个 LGBT，就是包括男性、女性，啊，双性，佮有跨性别，因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嘛，吼，啊，所以伊这6种色，第一个是红色，代表伊这个生命，也是讲因。家己做因家己爱做的代志，然后柑仔色是代表即个健康，所以虽然是即个同性也是无共性别，毋过因是要走向一个健康，啊是有力量的。再来是黄色，黄色伊代表是一种日头光，所以是充满希望，每一个人拢是会当受到平等的光照安尼吼。再来草仔色就是自然，去尊重每一个人伊自然的认同。刷了是蓝色，蓝色一般是代表海洋，还是讲伊的自由的感觉，所以因感觉是一种天顶还是海洋迄款宁静的感觉、平静的感觉，是因自由的选择。最后是迄个橘仔色。橘仔色就是紫色，伊代表的是一种较强的力量，所以伊是因的精神的展示是足强的，而且伊是代表一种艺术的呈现。所以这6种色应该是咱对这个性别平等，咱爱去尊重，哈。所以爱想好哦，是6种色，不是轻的色哦。